居民最關心嘅始終都係就業同埋前景嘅問題。部分青年有學歷，但係缺乏經驗，想入行但係缺乏機會。部分中年僱員擔心產業轉型後技能跟不上，轉型困難。基層嘅居民更加關注未來會否出現年紀大、冇技能、難就業呢個情況。加上部分培訓課程同埋實際產業嘅需求、職業嘅發展同埋技能嘅認證之間仍然存在落差，容易出現學員未必有工做，考證未必能晉升呢個情況。為此，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，政府如何更新系統咁樣推動投資於人，並設立更加貼近市場同埋產業需求嘅人才培養機制，進一步協助我哋嘅居民、青年人高質工作、穩定就業、開創前景。林議員主要關注點樣更加系統推動投資於人，就業係我哋民生之本，我哋就要優先聘用本地居民呢個就業嘅政策同埋導向，積極去採取措施保障本地居民嘅就業權益，並且透過促進就業協調工作組持續部署同埋開展有關嘅工作。同時我哋持續優化係綜合職業培訓嘅平台。第3季推出訂單式培訓課程，加強職業培訓、個人技能同埋崗位要求之間嘅聯動，加強人才培養，貫徹投資於人嘅理念透過優化教育嘅系統，培養產業發展所需嘅人才，提升居民就業競爭力。面包括響非高等教育方面，推動全學段 AI 教育，持續提升學生嘅科技素養，培養科技人才。